欢迎收听阿德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送来开讲。听故事偷心事，台语话万事。大家好，我是阿德，希望你今日平安顺遂，过了欢喜。前2天有一篇新闻是日本有一位32岁的女性离开伊的活人的未婚夫，甲 ChatGPT 做出来的电动男性角色 Klaus 桑举办婚礼。根据这位女性所讲啦，Klaus 桑完全袂介意冤家，而且总是甲鼓励，互伊面对人生的心态搁较正面。其实这款新闻嘛，毋是这一件尔。进前嘛有男性是甲这个哈兹内米克初音未来初音未来这款有互动功能的电动角色结婚。是安怎详讲起这个新闻呢？这甲咱今日要讨论的话题有关系。我要利用这个新闻事件来对咱今日的来宾提出一个灵魂的考验。先来欢迎来宾金枝演社的小董施东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董施东林。访问进前我其实有互你访讲，不过这部分你无提到对吧？你的迄个访讲内底头一题无这个内容啊，对，我第一题是现场才看呢。我写讲现场才讲吼，因为是安那会讲这个物件，甲咱今日要讨论的这个议题有真深的关系，所以我想要先问你一个问题。我在开头讲的这款关系，一个日本的32岁查某囡仔离开伊的未婚夫啦，吼，甲 AI 做出来的电动男性角色来举办婚礼结婚，这款关系你认为敢是爱情？你要考我要安怎定义爱情嘛？看你家己安怎解读咯。我感觉吼，以前的我感觉这小可怪怪，这个人怪怪安尼吼。即马我会感觉讲，其实人某一部分拢需要一种完全的爱，上纯粹的爱。这个爱呢，通常你伫另外一个人身上是特别到这种爱的。所以我即摆会当了解讲，这种譬如讲甲电动美少女谈恋爱这种的人，是伊需要的是啥？伊需要是就是这种完全的接受。而且伊讲伊心内话的时阵，伊袂去甲批评，是袂去甲讲你安尼做唔对啊，你安怎想啊，这种。其实人某一个部分拢需要这，只是讲伫这个人类的这个社会内底，阮学会晓讲要甲人安怎来往，要安怎甲人相处。不过这种的情形，其实拢是某一部分的牺牲家己的自我的一部分。是，咱人讲关系内底无可能永远一个人占8面嘛，对，一定有彼此你需要牺牲的部分，你需要调整改变的部分。是，不过你敢袂感觉讲？这款关系其实是单方面的，就是另外一个你的对象，其实是伊可能是一个电脑的 code 写出来的物件，伊可能是 AI，伊甚至可能是你家己的幻想。无唔对啊！你认为就算是安尼，伊也是爱情？应该是讲对伊来讲，伊得到满足，完全的满足的时阵，你要讲迄是爱情，我嘛会当认同。因为某一部分我嘛是讲到我家己，因为今仔日要讲到这个话题嘛，甲我这个要演的戏出有关系啦。无我是安那要问当然嘛是有迄目的的嘛。是，其实我个人，我这个人本身就是较孤单。你感觉你是孤单的人？我是孤单的人，是安怎讲？孤单不是讲无爱甲人来往。其实我就爱甲人来往的，不过来往了后，我会感觉足忝的。所以真侪时阵，我想讲，我一个人就好啊。我拢无想要甲人啥物开讲啊，还是出去耍啊。是，因为出去耍了后，我感觉足忝的。所以真侪时阵，我感觉一个人是其实足好的。你这个讲法是不是就目前时行大家上爱讲的爱人啊？我是爱人啊！我今日安尼甲你讲话，我嘛是训练出来。我大概拢定定需要敢若佫特别强调一个讲。咱定定讲什么伊人爱人当然搭时间安尼讲啦吼，毋是讲即个人无爱甲人斗阵，无爱甲人交叉，是，就像你讲诶，咱嘛是会使甲人
生个足欢喜，会使嘻嘻哈哈，毋是讲咱无真心，毋过结束了后，你有一款全身这能量跟消耗了啊。我需要家己一人的时间来补充这个能量。对，甲家己斗阵，这个过程才是补充家己能量的时间。讲得真好，甲家己斗阵。其实我就爱做，譬如讲高中的时阵啊，我本来毋是要行戏剧，本来要行音乐。是。嘿，迄个时阵我学迄个西洋迄 flute。嘿，是。嘿，感觉练这足好耍的，会当分出迄个美妙的音乐，足好耍的。你是分品啊、达拉还是啥物件？很低啊。台语的惯是咧讲年少过品万岁，对，少是直的嘛，坏的就是迄个品啊，对。啊，毋过西洋迄嘛叫品啊吗？买啥西洋品啊？西洋品啊，对，西洋品啊。是，大家可能听到“笛”这个字也想讲啊，我细汉就直直咱分哦，我细汉直笛，所以家己叫做直笛哦，大家注意一下哦。意思讲平常时伊毋是安尼分的。嘿，还有做 recorder 嘛，坏的迄个西洋品啊，叫做 flute 嘛。是。我迄个时阵啊，一天会当练6-7点钟。沉醉伫家己的世界内底。对，我感觉足好耍啊，足满足的。后来啥呐变成去走戏剧这道？因为音乐我是半路出家，我根本就考袂掉啊。有这款的这个情操就对啊。对。毋过迄算是讲我开始接触艺术、表演艺术类的一个开头就对。后来去考戏剧的时阵就考掉啊呢。你感觉家己创作一出戏，敢是甲家己斗阵？是呢。譬如讲，咱今日要讲的这出戏，虽然一直还袂讲到伊的名，不过这出戏的特色就是你家己编剧是你嘛，对。导演是你嘛，演员是你嘛，逐项拢家己来校长兼讲经。对。咱定定讲编剧，就是写剧本这件代志是，你无啥可能讲伫甲别人哪开讲哪写。无一定无一定。其实若是讲到这出戏这出戏叫做《龙仔来的白狐》。对。是安怎伫龙仔来，伊是因为这个故事发生伫动物园。是。毋过呢，这个故事呢，一开始写的时阵并无动物园这个 idea。是安怎的动物园？因为动物园是我甲朋友开讲到的。是。本来我想要安尼就开始要讲这个戏的代志。咱就安尼顺其自然甲行落，无毋对。这个戏其实是一个类似鬼故事啊，《聊斋》的故事啊，妖精的故事啦。是。毋过咱会伫咧动物园，因为我想讲，我就介意听迄种啥物鬼故事啊、鬼怪啊、怪谈啊，日本的怪谈啊，还是台湾啥物台湾民间故事啊，是。这种啊，还是迄司马中原叔叔讲古啊，迄种的，我拢最爱听这种的，所以我做戏大部分拢是较无现实的较济。参揽真济，可能甲幻想的，就是讲毋是完全实体的物件。对，还是讲童话，还是寓言这种。是。我想讲要讲鬼故事是要讲倒一种的，就想讲若是讲鬼故事伫剧场内底，若是演鬼，看若无啥会惊人。其实用讲的较惊。是。你讲鬼仔故一直有一个传统，就是讲鬼仔故这件代志本身。其实无任何画面，电脑互你家己头壳内出现画面。对。所以我想，我来先为讲故开始好啊。是。动物园这个代志是我想讲要写啥物？要写现代故事，还是要演较早啥物聊斋迄种？是。结果有一天，我拄到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呢，伊甲伊的朋友拢是农业学校毕业的。是。伊讲顶礼拜，阮朋友找我去台北市立动物园。是。讲要打工啦，要做迄个犀牛的解剖。所以已经死啊，犀牛死啊。犀牛死啊，想要解剖咧，因为因动物园若是动物，若是病死，还是老死的。是。拢爱检查，是。写报告嘛，是。想要会死安尼伊就去找去解剖这个犀牛。是。想讲解剖犀牛，你会当讲较详细我听。皮爱用3个切得开哈。伊就讲。敢若切肉咧，就是切肉，你就切不规半步。你要甲头切落来，还是要甲骹切落来，就切规半步啊。你刀啊咱切，无几个就钝去啊。搁爱直磨。足辛苦。尼敢若甲头甲骹要斩掉，都几啊点钟啊。是犀牛佫足大一只，足大只，皮佫厚。对。所以我想这足趣味的，若是要演这，应该无人演过。犀牛，而且是动物园内底的故事嘛。是。印象中，敢若无啥物人讲
讲这个代志，嘿，动物园的代志。是，我想讲，若是伫动物园内底有几故事是会安怎？你要讲到动物园内底有几啊个吼，你敢若想到应该是死去的动物对无？类似还是啥？我就查，其实动物园的代志本来就足少啊，个几故事愈少。好。我就来写一个动物园内底的鬼故事，是，所以这个故事的动物园是为遮来的。不过你的主角不是狮牛呢，是河马对吧？嘛不是，是河马啊，不是啊，是狐狸啦。我嘛会使讲河马有出现啦，不过伊应该无算主角哦。嘿，所以动物园其实是一个背景嘛。嘿，啊，解剖这个河马嘛是一个。算人物的介绍啦，伊的职业嘛，是，系伊做这件代志嘛，是，以及解剖河马的这个过程当中，带出两个人，一个是主角，一个是主角伊的上司，是，嘿，所以这个故事大家可能豆豆啊开始有一个形出来，就是讲，伊发生伫咧动物园内底，是啊，伊的主角甲动物有一寡关系，就是这个人类的主角是，伊算讲动物园的这个工作人员，嘿。啊，内底还佫会出现一寡动物，拄则可能提起着河马啦，提起着狮牛，啊，佫有即出上主要上要紧的即只白狐，另外一个主角，嘿，另外一个会讲话的主角白狐，所以主要就是这两位嘛，是狐一人的故事安尼。啊，因发生什么代志？咁一个大概的剧情介绍，互听友了解一下。其实大家当然就是讲到白狐，日本啊，还是讲中国，拢有即种的故事嘛。狐妖啦、狐精啦，这款的，而且是白色的狐狸，法力上悬。嘿，我想来写一个白色的狐狸。啊，不过伫动物园内底，狐狸要安怎做一种的存在伫遐咧？我想讲啊，我想到啊，安尼憋气文哦。看你有法度讲到什么程度？就是这只狐狸其实伊失去伊的法力，嘿，所以伊强关伫笼仔内。所以伊变成妖精佮打回原形就对啊，吼，传统的故事拢安尼。嘿，伊不过伊个会记得伊以前的代志，是，所以伊就甲这个动物园内底这个管理员产生了一寡关系。嘿，伊会当嘛是会当讲是爱情的关系啊，所以我想呐拄开头来讨论这个问题吼。不过这出戏，咱拄仔讲到真济元素伫内底，大家若有详细听的话，讲，譬如讲，伊表面上看起来是就咱讲拄仔讲《聊斋》《聊斋志异》这款《聊斋》迄款怪谈迄款感觉。不过事实上内底又有真济议题，然后包含着讲，因为我有先看过去年的这资料，是伊内底可能讨论到新闻内底的动物权，是讲到动物权，咱就想起前几年啊，一只河马的代志，对吧？唔知大家会记得无？应该还记得，叫做阿豪对吧？阿豪对，就是阿豪，一只河马的代志啦。其实后壁看内容，其实你嘛使看得出来，讲人伫社会生活当中的一寡痛苦。或者是讲人伫咧成长过程当中是安怎一路行来，会行上这个怪异之路。这个怪异其实就是你讲，咱定定感觉有的人足奇怪，对吧？这个奇怪是安怎发生的？那是奇怪，比如讲咱讲有一寡妖精，咱讲是怪物，就是因为伊无思想，所以咱感觉伊怪嘛，奇怪的物件的感觉，人变成奇怪的人，这是安怎变成的？我感觉这是真，伊实际上伫咧聊斋这个表面下骹，其实真正伫讲的物件，所以其实讨论真济真深的代志，真深的代志啦。其实用上简单的形容就是讲，就是高达两字。人的伫讨论人的高达，是，所以人的高达伫这社会内底其实一个足奇怪的代志，若是讲你一个人，不要甲人讲话，不要甲人沟通，你就是看起来足奇怪嘛。是，伊是不晓讲话吗？伊奈拢袂晓表达家己的心内代志，伊也是讲奈拢袂晓甲人相处，所以这个本身这个高达就是一个病，对别人来讲就是一种的病。对。啊，毋过我看我家己，其实我就是这种人啊。做戏剧进前，我就是一个足少话的人，足少话的囡仔。因为安怎？因为我感觉我看人的时阵，我总会看到真侪我无法度理解的代志。比如讲细汉的时阵，拢会感觉大人来冤家，那拢冤喺无啥物意义的代志啊。是，因为冤家冤到后来，拢敢若是咧比大声，无要解决代志啊。你要安怎？你到底要安怎？你拢是，就是愈来愈大声嘛。代志拢无讲着。囡仔伫看电脑，感觉恁比囡仔更较囡仔。对，所以我感觉，我毋知影要甲因
讲话，因为我感觉因敢若拢无要甲我讲话，是，嘿，所以我就愈来愈揪。我感觉你安尼就像小王子，是嘛？小王子是，我毋知你敢有看过？我有看过。伊拄着每一个无共款的大人，伫无共款的星球顶悬，有的人注重钱。有的人想要把所有的宇宙内底这星球买落来，有的人注重啥？因可能更较了解的是数字，所以伊讲你若甲伊讲你交一个朋友，伊袂问你讲啊，你甲伊安怎斗阵呢？伊想法是啥？伊可能问你讲，出来老爸老母食什么头路？趁偌济钱，厝大间无？伊爱这数字真清楚的物件嘛。小王子伫讲这个代志是，伊伫面对这大人的时阵，定感觉讲，我看无恁伫创啥，恁到底伫追求啥？是迄款感觉，所以其实像小王子，你甲规片看来，定有一款，伊敢若是高薪一人的感觉，所以伊最后嘛足趣味的，伊有法度互肉性的迄个动物是啥？是狐狸。我是无想到这个代志。狐狸甲玫瑰是伊伫咧甲因互动上济的角色，是嘛共款毋是人，是嘿，伊伫无共大人的星球之间遮漂流的时阵。拄到的拢是每一个无共款的大人，但是其实无任何一个人真正甲心思放伫伊的身上嘛。真正甲伊产生关系是一只狐狸甲一朵玫瑰。安尼讲起来，其实是我的高达，其实是某一种对人的迄个无信任感嘛。你就是小王子。说来大汉了啊，差不多过30岁到40岁以后，我才开始了解讲要安怎做一个正常人。什么款的机缘，互你豆豆去做出这个专栏，互你有法度坐伫遮甲我开讲啦，甲无共款的人互动啦。讲起来嘛是感情的代志啦。就是差不多20几岁要30岁的时阵，迄时阵就甲爱玲扯啊啦。迄个感觉时阵就是规个世界拢害去啊，拢放弃啊。迄个时阵佫拄好去印度。你去看印度，是伫遐纯粹修行是吗？我是想讲无规去印度死会好啊，嘿啊，去遐啉水啉甲流屎流甲死去啊，幸福啊，结果无死嘛吼。对，就是去遐才家己了解讲原来我原本我家己即个人生家己安尼想，毋过佫有真侪款的无共款的选择。你无因为感情的对立，因为你就你的讲法，就是你本地是相对较毋知要安怎甲人互动的一个人，所以好不容易你建立一段关系，最后这段关系如果对你，我想若是一般要写剧本，可能这个时阵后边发生的代志，都袂是伤过使人欢喜，也是会感觉讲伊会豆豆转变成一个愈来愈这个思考愈来愈正面的一个人。毋过后来拢有真侪电影嘛是讲类似的代志啊。去印度一抓了后，规个人拢变啊，拢豁然开朗。伊迄是一个宗教圣地嘛，伊是受到宗教的迄个感召。我无确定你有受到什么宗教的这个影响无？毋过可能上无互伫你迄个当下豆豆有转念就对啊。对。其实我真正是为迄个时阵才开始去学要安怎正常的生活。你认为正常的生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好好食饭，好好困，工课就工课，工课做煞，莫想伤济。伫咧进前你拢安怎生活？直工课。因为我早大学毕业以后，就开始伫剧团演戏嘛。是。我想讲好，我甲专心的困难拢放伫咧工作顶悬。因为安尼我就会当成功。是。反正我对迄个人际关系也无啥专重啊。我听起来是伫迄个时阵还未有即个转换进程。较像是你毋捌去思考过讲人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款的？我感觉甲一般人来往讲话足忝的，足困难的。你认为凡世生活就是迄款，所以我既然无需要这个物件，就安尼啊。毋是去思考讲，那我是无爱这款的生活，那我爱的生活应该是啥？其实无，咱无去想这点，就是既然我无需要这就是一般人讲的生活。那呢，我既然无爱这个物件，我就专心投入我的工课，投入我注重的物件顶悬。对，所以离开了烦头，过来看家己的生活，才发觉讲，等一下，我无生活呢。对。我应该说，我袂晓生活，是我毋捌生活，是我毋知影轻松的无负担去算是啥物感觉。是，你可能会认为讲，
这我拢无需要啊，我拢无。嘿，我无需要，迄个时阵我讲啊，我无需要啦，我无爱耍啦。啊，但我感觉好耍啊，呀，即马有啊，真无简单。然后来讲倒来即出戏吼，因为你是一个走向正面去的吼，因为你即出戏的设定内底其实嘛有真侪感情关系嘛，感情关系对你了后，无像你家己本人，遮尔会使走向正面的即个路途哦，所以伊也是内底就掺杂着包含一寡社会事件的即个情形啦，吼等等。较可能嘛甲凶杀案嘛会使讲是有关系，嘿，甲社会事件较有关系，这就是真我讲内底真趣味的物件。我当然因我无法度讲甲伤济，我当然已经看过去年的版本，不过我也是希望留较济内容，因为这是一出真，我感觉互人会使去思考你家己的即个情形，你家己一路过来行到呾，毋管你呾几岁，你安怎看待即个世界，看待你家己，敢若安怎去处理人甲人的关系这件代志的一个故事，所以咱真歹去甲编戏文。不过我就想要甲你分享一个是，反正咱听友会听无，但是我想要讲互你听，当做咱家己的暗号的，就是我伫看这出戏的时阵，我想起一个作品，这是日本的大文学家芥川龍之介，伊有一个作品是叫做《电拿来》，我毋知你敢知影啊？我足爱的，嘿，日本の中吼。这出戏内底有一个恶人，是吼，一个歹，你讲是歹人嘛对吼，叫塔久马路多香丸，塔久马路这个角色，伊内底有讲出一句话，伊讲我杀人是用下伫腰的大刀，毋过恁这个人杀人毋免刀，敢若权力、钱银，甚至靠迄个喙都有够啊！若要论罪恶深重，是恁较可恶，也是我较可恶。这是我想要伫看这出戏的时阵，你做的这出戏时内底，比如讲罪恶是啥啦，道德是啥，个人甲社会的关系这件代志的思考的时阵，想起这段话，嘿，这是我想要今日的方面内底，我想要送互你的。就是咱听友一定想讲，到底你讲啥？我知影你在讲啥，但是我希望会使传达这是我家己看这出戏的感想，互你安尼。感谢。咱咧讲倒来这戏本身，咱都嘛有讲到讲啊，伊的设定就是伫咧动画内底工作人员，伊的名嘛就有特色的，这个主角人类的部分的主角，叫做。中文叫做动物啊，嘿，啊，当然你用台语的头叫做动物啦，动物嘛无毋对啊，毋过其实这个时阵确实伊的设计当初是应该是调讲用华语较话音，就是动物，嘿，就是人甲动物之间的界线，敢有可能愈来愈无清？其实这嘛是人甲动物这个关系嘛是最重要的一个题目伫这个戏内底。是，我就讲我迄个时阵啊。人生要失去意义的时阵，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讲，我若是变做动物就好啊。我就甲，比如讲，我讲朋友在讲话，我想讲，这个时阵我若是变做猫啊，我伫伊的脚边，伊甲我摸，我就好啊。这种感觉，就是讲动物较简单。你无想要用人的身份去甲别人互动，因为伤忝。我讲这内底有一个最趣味的所在啊，就是其实你也是会有社交的需求。所以你也是希望变成比如一只猫啊，是伫伊的分数边，是伫人的分数边。你希望甲人互动，毋过做一个人的身份、人类的身份，甲另外一个人类互动是一件足忝的代志，够困难。嘿，所以比起安尼，我若是一只猫啊，我若是一只狗啊，你会使对我真亲切、真温和。你讲你想要讲的，我就是听，我就是趴伫边仔就好。这就是咱的互动，咱的社交。我希望甲人点做伙，不过我敢若想要这个程度的点做伙。所以对我来讲，这是一个的确的问题，就是讲，人想要变做动物，因为伊感觉伊想讲动物足简单的。不过迄是永远无可能的代志嘛。是，就是讲。人无可能变做动物，因为上重要的毋是你会当去做猫还是狗啊，毋是上重要的是你会安尼想。你会想讲，我若是变做猫啊就好啊，这个想法就是你人的阻碍。
因为你无法度放弃这个思考，所以你开始思考，你就是人，你就永远无可能变做动物。这就是笛卡尔我思考，这就是当你去思考什么物件是啥的时阵，你就已经无法度脱离这件代志啊。这是一个其实人变成动物会使有各路层的意义啦。比如讲，咱用怪谈的这个角度来看，还是讲过去我真介看一寡，比如讲倪匡，去看伊的科幻的小说内底，其实有人变成动物，动物变成人的这个过程。其实伫咧怪谈内底定定嘛有嘛，讲咱讲聊斋，动物的各种修炼成形变成人类，啊，这变成人类的已经成人。你看最奇怪，动物敢若有一个目标要变成人，目标拢是人。但是这人类，所以人类对伊来讲较高等嘛，所以当这人做有着一寡，不管伊做什么牺牲还是啥，最后一个打回原形先变回动物。所以伫人甲动物之间的这款变化，其实是咱伫咧身份的基台顶头有真大的变化。比如讲伫咧这个剧情内底，迄个白虎当伊开喙讲话，当然头前的设定还未讲出来时，你看到的是这只动物是会讲话。对当我这个角色来讲嘛是安尼哦，原来你会讲话，所以伊为一个一般的动物升华变做人类这件代志。我感觉伊内底有一个安尼一直变来变去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互人变成迄个界线甲动物之间的界线愈来愈无清楚。但这个无清楚，咱也是期待是讲会使减轻我的社交的负担，这是一款。不过变成动物嘛，有一款可能是当你变成野兽的时阵。咱定讲人有人性嘛，人性无一定百面好。不过咱若讲一个人出现这个兽性的时候，兽性的时阵野兽嘛，兽性的时阵一般袂是讲好代志。对不？所以人某一款程度，比如讲伊怪异到一个程度的时阵，咱都在讲怪异这件代志，无一定要讲伊是替身动物，但是伊最后真正人甲动物的迄个界线无去啊。我感觉迄可能是人某一部分，可能嘛是伫咱讲这个人性这个部分，可能某一部分伊感觉嘛是伊无想要个承受某一部分的这种人性的困难，还是人性的。伊无想要去面对的代志的时阵，伊可能会这个兽性就会走出来。譬如讲，我比人更较歹，我比人更较气力更较大，我会当甲人压掉。这个时阵我感觉我就较有优势啊。是，要安怎讲咧？我感觉其实人多少拢有这种部分。其实阮较早伫咧学戏剧的时阵，阮老师嘛有讲，你今仔日演这个角色吼，你感觉迄伊像啥物动物？嘛有这种的去思考的方式，是，所以你若是去观察每一个人，可能每一个人的某一种的特性，嘛是亲像一种的动物。我感觉这都是因为你只是两个主角，一个是野兽，一个是人，迄个之间的互动，或者是甚至我有当下感觉伊是一款身份的互换。迄个动物会愈来愈成人，迄个人又搁敢若愈来愈成动物。迄之间的迄款互动，其实是。咱伫咧面对这个世界时阵呢，家己心肝头迄款无共款的滚架，对吧？你对人的心肝头的辛苦的所在，感觉啊，甲人斗阵真忝，或者是看到真侪社会事件、真侪新闻，所以我定感觉讲，哦，一个人要写出这出戏，是一直伫揣家己的心肝内底，可能较不管是黑暗的迄一面，或者是讲，我的成长过程当中，凡是。一骹步打叉，我就会行去一寡奇怪的所在。迄一面若是以现代咱的在较正面的角度来看，可能感觉讲这个所在可能爱加注意一寡的这款这个要素，去甲全部溜出来安尼。其实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一定会碰到足侪，咱讲好啊歹的拢有啦。是。不过通常是。较歹的代志，你会较有印象，对你的影响嘛足大呀呢。是。我感觉人对动物的这个关系，我感觉我自细汉到大汉拢感觉无好。无好是什么意思？比如讲动物园这个题目是有一个另外的角度，就是讲，我感觉动物园是一个足歹的所在啊。我了解。伊是一个人某一种的傲慢。
做出来物件，是因为你感觉你比动物更较高级，你会使甲靠伫遐，安尼甲饲，互大家欣赏，欣赏来耍，还是安怎？你就是一个物件嘛，对，所以伊无法度用伊生本的生活的方式去生活，是，啊个譬如讲咱会饲狗饲猫啊，毋过搁较济的人会等狗等猫啊，是。还是甲狗仔、猫仔等去山内底，去互因去教野生动物。对，这伫你戏内底嘛有提起嘛。其实这几年伫咧网络顶悬嘛有足侪即款的讨论嘛，比如讲，咱今日因为咱已经无讲会安乐死啊嘛，所以变成讲猫仔啦、狗仔，若是伫外口流浪的，迄个数量伤大，因对其他野生动物的危害是足大的。毋过你会使看到真侪人其实是较要伊遐的狗啊、猫啊，可能因特别古锥，所以无什么众生平等。除了人对待动物无平等以外，动物之间咱伫看待这些动物嘛是无共款的。是，所以真侪代志，譬如讲，我感觉真侪动物在受苦，其实拢是人造成。动物本身并无这个想法嘛，伊无这个想法，伊就是要求生存。是，那毋过人会去家决定讲，你要去听。你要住遮，我要甲你关起来，我甲你放掉。是，毋过遮的选定拢是人咧做，而且通常拢是错误的。咁要放生哦，放生，你放生嘛放毋着所在啊。阮定讲放生就是放肆，放肆啊！你讲毋是天地所设，是地主做嘅。这嘛俗语，就是这个问题啊。咱若抽出来讲，因为这出戏算讲是你。编剧、导演、演员拢是你嘛，一出歌叫戏。你若甲这身份拢抽离来讲，你家己翻头去看这个故事啊，你认为讲这个主角当我这个人，伊敢真实听到白虎讲话，或者讲这一切其实拢是伊心肝内的幻象幻听。我想要问这个问题，其实是，比如讲咱打今日甲 AI 互动，你知影讲这是透过真侪这个听识的这个语法。所写出来的吼，包含讲咱透过真侪设计，所以伊真正有跟你互动，只是讲这个互动是设计好，还是讲伊有真侪这个机关伫咧内底。毋过一个咱讲这款较无遐实体的物件，甚至凭良心讲，你若去一寡叫做日间病房吼，我讲日间病房就是讲，伊可能是精神科的，伊有真侪这款伊可能甲你讲，我甲你讲，迄个外星人吼。你跟我联络，上，我跟你讲，马祖跟我通电话，或者咱个把这个话题个探较远，个较快一寡阴阳眼。你看会到啥？伊看会到啥？有的人甲心灵有通，有的人讲某庙迄个元老，你 complain 讲，大概拢摕迄落就甜的互伊食吼，啊，那么摕换一口味。某人讲这个矿石，这个酒桃有表现出一寡物件。最近就时间所谓身心灵这个物件，我感觉高翔都是灵啊！我不知道你身心下看，不过你的灵就表现的，就是什么指导灵安啦，这高我，这款的物件非常之多，可能大家拢在追求这个物件。有的人的表现就是不是感应呢，伊是认为伊真正在听啥在讲话。这甲你写这物件，其实你若做一个外人来看的时阵，敢有情差？我唔知。就是你留一个足奇怪的物件，就是讲，第一是这敢真是一个怪异，敢真是聊斋这款的故事，敢真是一个狐狸精，还是伊是一个精神有状况有问题的人。因为咱一直讲，伊行上一条怪异的路，所以是不是伊真正变成一个咱当所讲的这款的怪人？所有一切其实是伊当着的。等下我嘛爱颠倒头讲，敢讲这伫咧日时病房的这咱讲精神病患者，甚至还听到什么灵，听到身边讲的这人，真正是因有病，或者是真正这一切拢存在，只是咱唔知影，我唔知咧。你安那去看这个故事内底这个设定？对我来讲，戏剧有分剧场甲影像嘛。是。我讲的是剧场。剧场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真假一直咧互相辩证的一个所在是，所以我爱做剧场，就是这个，我感觉这个足趣味的，就是讲我伫一个奇怪的空间内底演一个故事，互你看。其实你嘛知影这是假的，是。不过你会为内底角色，可能你会感觉足可怜的，还是感觉足恐怖的，还是感觉哎呀，这代志哪会安尼咧？迄个时阵，迄就是真实的嘛。是，你的感情是真实的。对，感情是真实的。演煞了后，灯光起来结束。
他拖迄发生的代志到底是啥？是真的还是假的？你就会当去想，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戏当然嘛是假的。不过阮来讲，戏假情真。所以对我来讲，这个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对我来讲，我会讲拢是。因为我本来就是在讲一个假的故事嘛。是。内底这个人的遭遇，你感觉是真的，伊就是真的。不过嘛有可能是假的啊，嘛有可能是这个讲故事的人黑白人讲的。是，嘛有可能是这个党哦，伊家己黑白想的。不过不管安怎，我要讲的所有的代志，其实拢伫咧内底啊。是，所以这个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对你来讲，你会当家己去决定。是，对。所以对我来讲，就是戏剧这件代志本身就是一个生灭的一个过程。事实的生灭，不过感情就是伫遐。对。所以我讲这嘛会使去对照到咱头一题伫咧讲。比如讲，迄个爱情敢是真实的爱情这件代志，伊实际上是甲什么款的人互动，外人看会到无，看袂到无，反正一切拢无遐要紧，就是伊迄个情感是真实的，可能这是你会去注重的代志。是因为人的满足其实是伊的内心去迄个感情满足的迄个动机，是迄个动机是真实的。感情这是真实的，是真实的。好，咱今日讲到这，要先来中场休困一下，咱们就过回来。我是施东林，你即马收听的是阿德来开讲的台语单元，台语话故事。今仔日来宣传我的歌剧戏，叫做《龙仔来的白狐》，希望大家入场来看戏哦。咱做伙听故事，讲台语，耍文化，北台湾。那安尼，咱就继续听落去。那这边见面吼，咱无偌久真正对超去甲你开面，真久无开，叫半年无到半年。对啊，你讲真久无开，我想，敢若嘛无足久哦，敢若无到半年哦。顶一遍是宣传另外一出戏啦，哦，这回咧来宣传的是你家己主演的歌剧戏，吼，独角戏，一个人来处理这个物件。我感觉更较辛苦的是内底语言不加呢足复杂的，虽然你唔是专台语啦，吼，不过你伫咧分配，我感觉起来是有真济机关人伫咧仓库其中比如演过的这款的铺排，对无？比如讲，我观察到讲，你伫咧做一个讲古仙这款的旁观者的角色的时阵，你是讲台语，是啊，内底这个主角当哦，啊，还有出现阿爸吼，底底啊一段阿爸的角色时，伊讲的是华语，是啊，过来是白狐的这个角色咧，伊用的是京腔，对不？北京戏的这个真腔，包含伊的身段，是，而且这个白狐的这个面具大面用的其实是较日本式的迄个感觉吼，所以内底有足侪无共款的设计伫咧内底。你使用这个语言呢，加甚至包含着身段的设计、腔口的设计啊，这敢有什么款的想法？这应该不是无设计的啦。当然，简单讲，这是我会晓的嘛，这是拢我会晓的代志，我会晓的重点安尼。啊，不过像那讲古的时阵爱用台语，因为我感觉我本身伫金鸡演社做遮久啊，顶下都其实有讲过啦。我感觉台语本身就是就安怎讲？戏剧性足强的，是，所以伊本身语言本身就有型，就有韵律感啊，真好听安尼。是，所以我感觉用台语来讲故事是上好的。伊是一个适合讲古的语言的。对，讲啊，比如讲，因为我较早嘛有听5-6天嘛，是，啊是其他的啥物广告，感觉就是爱这味啊。嘿，啊，不过内底的主角算是我本身的某一种的人格的投射。
是，所以讲我母语毋是台语啦，对，所以我讲一寡较内心较黑暗的物件的时阵，讲华语较顺。咱这补充一下吼，因为反正每一个听友伊收听的节目无一定全部拢听嘛吼，因为顶边咱伫咧讨论电话一出去的时阵是伫咧电台的节目，是，即届其实是相当头一遍来 Podcast 的这个节目。来开讲吼，反正有一个听友用的想讲啊，点解恁讲啥我毋知，我来唠到即集，无啦，你无唠到，是无共伫咧无共节目内底啊。毋过伫头前其实讨论到真侪语言的使用即件代志嘛，讲起着讲伊真足厉害，因为伊的即个台语我都连甲逐个囝听到自头至尾使讲是全台语伫咧讲伊家己想要讲的物件。咱头前其实讨论到真侪包含真哲学的物件，包含真心内的物件，伊共款有法度用台语来去表达。毋过伫即出戏的设计内底，你都用搁较侪无共款的方法嘛，所以当你有讲，因为真侪内底角色有一寡心内的思考，其实是甲你过去有关系。所以即个时阵你颠倒是回归你原本，因为你家己成长的家庭其实毋是台语母语家庭，所以你用你过去较惯习的语言，其实嘛有一个敢若甲过去相对照的感觉。对，因为我若是讲台语，其实迄个感觉无啥对。我嘛想过讲全台语啊，毋过想想毋对。是，所以我即届伫即个戏内底放的即个语言的即个使用吼，譬如讲东吴即个主角，啊个伊的顶司，啊个因阿爸。因阿爸其实我本来设计是讲伊阿爸是讲台语，啊，毋过伊甲囡仔讲话讲国语。是，所以嘛是讲华语啦。毋过后来敢有分，我会记得我看到伊无特别注意到即块。其实阿爸我是设计讲伊是会晓讲台语的人，啊，毋过伊甲囡仔讲是讲华语，所以有一点仔台湾国语。啊，白虎因为狐狸即个讲要演即个妖怪嘛，所以我就借用讲即个京剧内底嘛有狐仙的即个角色，是。啊，狐仙就是所谓旦角啦，青衣即款的，伊就是用女生用假声，是小嗓去讲话嘛，是，所以我就自然就用即个京剧的这个方式。因为这不是一个自然讲话的语言，所以嘛，互伊敢若去分别出讲，这不是一般人类的这个角色嘛。嘛有一种，因为京剧看我感觉就是有一种远古感，伊不是现代的嘛，是，所以这个用这个远古感来讲，来说明这个狐仙这个主角。这个角色，其实我伫咧这几年语言使用有真济，包含讲语言边权是语言正义的意识的议题伫咧内底嘛。我当时想讲，阿爸这个角色，因为伊伫咧剧情内底有做一寡，我感觉当然以现代的人来看是较无好的角色，对于主角东吴嘛有造成一寡较无好的影响。但是这个角色，咱常常讲过去伫电影啦，真济演出内底，敢若较负面的角色的，互人用台语来去表现，所以其实我拄头看到想，伊毋是甲囡仔讲台语，甚至伊毋是直接用台语来表演这件代志。我颠倒有注意到讲，无啥共款，颠倒你是用一个真超人的角色，就是广告线这个角色，才是用台语来讲。所以我本来想讲你是的设计是因为，比如讲你去注意这个代志，不过我感觉是你已经生活中，咱讲内化，就是已经自然有法度去破坏一个更较好的分别的方法。你讲的时阵，你讲的这个代志吼，我应该无特别去想，啊，不过我确实是会注意到，因为长期伫做，比如讲金鸡，因为真大量伫做台语的演出，所以语言这件代志对你来讲，反正是更较自然，伊无需要去注意，你自然就会去破坏一个更较拄好的方法。就是讲，我都袂犯迄种的迄种错误，就是讲歹人拢爱讲台语。对，这是我注意到的一个现象。我这嘛是真趣味，就是伊可能会晓讲，毋过伊主要伫这个时阵，伊毋是安尼讲。是。所以大家去看也免烦恼这个问题。有当时大家看这款的演出时，有当时总是有迄款尤其较注重语言的一些人。有当时有这个感觉啦，就讲是安那永远拢是这款的某一寡角色去讲台语。其实这个现象即马还佫有啦，所以讲咱来拍拼，佫继续甲好的概念佮想法佫推广出去安尼。对啊，我讲大家愈来愈惯习这件代志啦。我感觉当有真侪愈来愈侪这款对语言，甚至讲已经到变成一个
大家愈来愈共识的代志，所以一寡像较无语言意识的戏出来时，其实大家会去讲，会去念这件代志，所以豆豆有伫改善了。这件代志我感觉是有改善，我感觉有啊。不过你所有的这你看你个切换无共款的语言，你甚至爱有京腔这款北京戏的这款腔口，啊个爱南心单落，是安那爱家己拢一个人来。高叫戏是一件足艰苦的代志，我当伫开录之前，我私底下先跟你开讲者，你讲高叫戏这件代志，我伫想讲，有一寡演员是安那遮艰苦，就是硬要家己舞高叫戏，我嘛毋是干那熟悉一个，但是我就是想要甲恁恁讲，恁到底是有必要呢？你有啥物毛病？人家安尼转换，搁再转换，咱虽然咱都嘛有伫讲。感情伫咧迄当下都是真实的，是无对。毋过一般来讲，咱演一出戏，比如讲你伫演前一出戏，演苦梦侠来讲，好啊，你迄规出戏，你就是苦梦侠，你好好啊做你的苦梦侠，好好去享受这个情绪结束了，再来结束。毋过你这出戏毋是哦，你可能顶一秒钟，我可是另外一个人，后一秒钟你所有的情绪，你的这个状态拢爱做转换，是安那爱做高叫戏，你袂使做一出一般大家拢落去演的戏。好啦，我来讲一个，其实有两个战术。第一个战术，看若是搁较安怎讲咧，较厉害一点啊，就是讲，我感觉高叫戏这个形式，其实就是讲故事的上本质的一个点。你意思是讲类似像讲古仙，或者是讲念歌啦，啥咱有当时内底嘛有角色的扮演这款的感觉意思。所以我这个故事是为讲故开始嘛。是。开始讲一个故事给你听。是。所以我开始。讲内底有像，我就开始演这个像。你嘛会使个当作其实自头至尾就是伊一个人伫讲这件代志。对，所以讲故事这个代志本身就是戏剧的源头。是。所以对我来讲，若是毋是做一个人的戏，迄个思考是完全无共的。嘿。毋过一个人就是全部，剧场内底就是零，然后变一，然后一生全部。所以对我来讲，两个人、三个人、五个人、10个人拢无共款。所以，若是讲为这个戏剧的这个本质来讲，我感觉高叫戏是一种，我感觉真会当去说明什么是戏剧的本质的本质。所以高叫戏就是生出来无。我想要来插播一个趣味的代志吼，就是我最近常常伫做一寡，比如去学校啦，还是去倒位做演讲的时阵，讲起到广播这件代志，我就讲广播其实对我来讲有三声。毋是三声无奈三声好多声质、声情、声言，我常常讲有这三个最重要的要素就对啊。其中你上有可能去控制的第一就是声情、声音的表情、声音的情绪。我常常会互学生去练习讲，比如讲我不倒腰啊。我希望你这个学生，请你用我不倒腰，你敢若会使讲一句话尔。不过你讲这句话时是拄则甲你的另外一半冤家过10分钟，你人还阁无介欢喜，不过佫小可想要好好的时阵，来讲出这句我不倒腰啊。另外一个是你今日心情足好，不过你规工拢无食物件吼，今日开会吼，公司你做真好的代志，当然足无用吼。对到厝啊，你要甲厝内人讲我不倒腰啊，你足欢喜的，请你互我无共款的声音的表情。因为广播电台敢若声音嘛，对，所以而且包含咱 podcast 嘛共款。我希望你去做这个物件出来。其实我讲这本质是共款的。你头先讲的时阵，较早我教学生的时阵，冇这题啊，冇这项啊，共款一句叫大家冇共款的情绪，嘛是共款的啊。这就是我就想起这件代志。那安尼，咱现场来试一个好啦吼，但是咱都无卖用共款这个地步，就是你伫咧这出戏内底，因为你旧年做过，我毋知你今年目前排练到什么款的程度。不过我相信你加减啊，佫会给你代数嘛，你会使互大家听有试看嘛，我互大家起一个加坡配一个，你连画面拢看无，我就是跟他互你听声，但是。咱各自用，就是你拢讲一句，当我讲一句话，白虎讲一句话，加广告先讲一句话，咱这三个角色就好，用伊的声情，用伊的声质来讲一句话，好，咱听起来无，什么话拢会使讲一句话啊，或者是你要用先讲一句话，用这个人来讲嘛会使，还是要调整讲我不倒腰，我不倒腰好啊，好啊，但是咱就是该伊使用华语就华语，伊台语就台语，讲 Q 就讲 Q 安尼。安尼广告先，我不倒腰啊！好，广告先过来。当我
我肚子饿了。好。我肚子饿了。我感觉咱听友虽然讲是谈到啦，我相信你目前应该还无拄到这个访问要求你演出。我想讲要讲啥？无想到有这个物件，但是我感觉这是一个趣味的反应。我嘛希望讲，因为你这是一个歌剧戏，所以我才会感觉讲，伊真对应着我拄仔伫讲迄个广播伫讲声情这件代志。我伫讲话时阵，比如讲我定定嘛会讲着故事。我讲到故事的时候，我嘛必须要去铺排无共款，比如讲我今日下昼录音，当地咧讲一个几啊个，所以我讲话都无可能是打这个方法伫讲，所以就是我讲这是共款真对应的物件，所以真趣味，咱来算一下。伫剧场内底其实声音嘛是占70%到80%，影响就大嘛。对，所以我感觉这是。互大家体验一下，这可能敢若我毋知未来有其他电台去这个广播，还是声音节目有请你做这件代志无？咱应该可能反正是头一个，我毋知影。互咱听友偏芳一下吼，恁若未看到戏，就已经先听到这个。还是后盖来开一个讲这个声情的代志啊，嘛是会使。会使啊，看你的时间，咱会使来好好讲一个声音表情的训练啊，就讲你过去拢是安怎做。我听的人因为。大家伫听节目是主要拢是挂耳机啦，吼，较早可能拢是车啦，或者是垃圾又放出来，毋过主要拢是挂耳机是个人的时间，所以你会使听较更加清楚迄个情绪。我相信大家咱今日听友内底听即集的时阵，即拄则咱用3个无共款的角色，无共款的情绪，无共款的人物来讲共款的一句话的时阵，你用耳机来听迄个感受，你可能会起鸡母皮，或者是这是。无共款的人，无共款的代志，安尼吼，所以互大家来体验一下，然后有机会无得可能来做一集来讲这个声情的运用。这一个足趣味，足侪代志会当讲的。这就趣味的。所以变成讲，其实你是一个为广告的这个角度出发，我来讲一个故事，所以内底有无共款的角色，我当然都会因为我是一个好的广告先，所以我。当然会有无共款的角色做互你看嘛。对，其实这个伫戏剧的这个精神内底，就是讲，伊是直直咧变化的过程。广告讲到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开始演伊的故事，这个角色嘛开始讲伊的代志，这个故事接故事的感觉。其实是一言踏一言，一直踏落去。这嘛是我认为讲，伊敢会足困难的所在。歌剧戏甲一般咱都伫讲的，你是某一个角色是。就无共款的所在，就是伫遮。虽然讲伊的本质是安尼，比如讲，你认为戏剧的本质其实是讲一个故事。毋过讲一个故事内底，以技术方面来讲，以咱现实的考量来讲，歌剧戏的困难度甲大家虽然做好家己的角色，绝对是无共款的代志。是歌剧戏，我感觉有另外一个，就是讲。你会当看到这个演员，你看迄个灵魂在转变的过程，也是一种的趣味是，因为你譬如讲，一般观众会看到讲角色无同，毋过你感觉到角色无同的时阵，其实你偏到的，你看到的是伊的灵魂会伫迄个时阵该做转变。是，一定爱伫心内有做转变，伊才变得过去。伊家己爱相信这件代志。对，这是一个足趣味的物件。那是技术的问题。比如讲，你去做这出戏的时候，当然，比如讲到白虎，咱可能会摕一个戴面跟面具，一个戴面，或者是有一寡动作的脚步手路的警察。不过，人也是迄个人，伊无做其他的装扮，无换衫，无创啥，无变装。其实你毋是透过一寡舞台技术，甲你变成另外一个人，去互观众看。所以大家看到的也是你这个人。对。不过你爱我相信你是别人。对不？这就是我要安怎去相信你是别人，这件代志是一个足大的歌剧戏，足大的挑战呢。对，所以这嘛是头拄我讲的迄个本质的代志，就是讲你亲目睭看到伊安尼变，你嘛知影迄是无现实的代志。是，不过你会当看这个故事，而且愈看愈入去。这个代志就是一个，我会讲这是一个叫 magic 的时刻，这就是戏剧上水的所在。
不过真的是用较民俗的讲法，就是一直讲负心，你知影？那是多重人格，还是你关录音嘛？是安尼是安那疑心的感觉呢？某一款程度嘛是安尼啦。是啊，只是讲伊是用戏剧的本质来去做这件代志，然后个人家用民俗啊是信仰的本质，佫无啥共款。我就感觉启动啊，毋是甲阮做戏剧迄个角色带入，毋是共款。嘿，某一方面会使是安尼讲，可能是类似的。不过因趁较济啦，凭良心讲，这个讲啊，宗庙这方面这个免纳税，受精差啦。不过其实伊是一个足困难的代志。虽然讲咱知影讲这是一个原来伊这个转换本身嘛是做这出戏真大的一个会使看的所在。不过无遐简单啊。是本来就是无简单的代志。咩创？你咩啦去甲这个物件调假是，互观众真正有法度去我相信这件代志。所以当你变角色的时阵，你若声音变嘛，还有你还有行动的方式嘛爱变嘛，还有可能一寡表情嘛爱变。所以会当讲你爱每一个角色你拢爱甲伊形拢爱抓出来。所以你变过去的时阵，你规身躯拢爱变。所以这是基本的技术问题。是。还有变白的时阵，你爱变甲互人看有。你袂当你讲随便，你感觉你有变，毋过观众对不着，所以你的节奏嘛爱抓好。我有的时阵我爱足紧变，有的时阵我爱慢慢啊变，互你看到迄个过程。你考虑讲舞台当中发生的所有代志，对观众来讲，迄个接受度有得哩无？我有得到你的信号的迄个感觉。对。这拢爱编排的，所以剧本爱安怎写啊，演的时阵要安怎练啊，拢是爱排练出来才会知。这真正就较毋是看一般，就是较侪演员的这款演出，看会到，或者讲会需要去注重的物件吼。所以我嘛感觉讲，大家听友若时间会使，吼，那么互大家，那么来宣传一下迄个戏的时间啊，会使互大家真正有机会去看卖。第一是伊的迄个演出本身，我本身就真介意。第二是内底这些美美角角的技术，其实你听咱安尼开讲安尼讲了后，我去看这出戏，我感觉伊真正才有法度去看到讲。到底这出戏伫创啥？为技术方面，为舞台的这各种的美学毋是讲水无水的问题尔，是这一切表现的形式，一直到这出戏要讲什么代志。其实咱这集内底其实一直伫讲这个物件，然后真深入伫讨论这个物件。若是无看过戏的人，我感觉应该看嘛无啥物困难。这应该是无困难的。不过我讲有一个足趣味的话题是。去年你这出戏就演过啊嘛，就搬过啊。有人给你这个评价啦，或者连卡架筋都会晓搬戏，背筋都会演戏，背肌都会演戏。你个人哪看这个看法哈？这个讲法我是小看疑问啊，就是啥意思？可能是我感觉啦，因为我看到这个评价的时阵，我就是有人安尼看啦，就是讲一来是讲我有运动，我的背肌有较。看起来有锻炼，看起来较有劲吧，对啊。过来就是讲吼，因为我伫内底有的时阵，我的表演是毋是面对观众，是卡架后面对观众，甚至最后一部我有一个，这嘛应该毋是表戏文，就是讲我有变身，是，就是人会变做动物，所以我有一部是我的面具，迄个狐狸的面具是戴伫头壳后壁，是。挂伫后壳，我是爬出来的，是，所以我是卡只后面对观众，所以观众看的是一个怪异的一个，敢若动物，讲到看起来是怪物的，是一个状况。迄个时阵，迄个人的规个迄个手脚脚规个身躯看起来拢无共，人无生人，怪无生怪，迄个感觉，迄一个足特别的画面啦。迄个时阵，我感觉可能是讲迄个时阵。就是讲安尼慢慢爬出来，慢慢徛起来变做人，而且我是卡只后演戏，是我毋是转过来，我是面具伫后壁，所以你卡只筋嘛，伫表现迄个情绪，对，迄个时阵我是后壁是人，后壁是迄个人，是，而且我是卡只面是正面，所以你平常时伫咧运动的时阵，可能想讲你后壁那么演戏的时阵表现做什么款情绪？另外一个就是讲，
对阮来讲啦吼，就是就算是讲你转过，毋是面对观众，是你嘛爱伫戏剧内底，嘛伫爱情景内底。我想所有演员，大拢较困扰未来，拢爱训练较紧，大家伫游较紧，你较好看啦嘛，较好看。哎，训练你才有法度控制伊表现情绪，肌肉够情绪啊。你旧年演明年初也就是讲免偌久啊，都3月。咱录音真正播上时间可能就是2026年啊，因为当一个年底啊嘛，所以等于讲新的年度咱若播上了无偌久要演出来讲，有什么款的精彩甲2024年的版本比？譬如讲，较早我是伫第一届的时阵，伫咧牯岭街小剧场嘛，伊就是一个足细的所在，观众无到100个，是，这届会去戏剧中心，小的表演厅，是，但是伊差不多有100外人。会当坐100外到200，我捌去过，所以伊的跨度就变足快。你会烦恼卡价紧，大家无看到无？会较远一点嘛啦。毋过较大的问题是讲，因为伊本来迄个牯岭街小剧场是壁，伊三面是壁，是。这届拢无壁，哈，嘿，拢是因为剧场内底是空的啊。是，毋是壁，伊看到乌色的幕。是。所以规个舞台的形式会小可改变。会放搁较侪物件去，较舞台袂较空啊。舞台会搁较侪设计，因为伊的规模无共款嘛。对。剧情方面敢有做调整？剧情的这届应该讲，这届表演的搁较有赞助，戏剧的赞助搁较侪。是，而且我即马搁伫改啦，毋过相信若是有看过第一摆，应该是感觉30%-40%的无共。差遮济哦。伫你原本的即个结构内底，搁增加无共款的物件。对，应该是讲，故事会行的物件差不多。毋过内底较幼路的物件会无共。是，我感觉这真值得期待未来。你讲3月的时间嘛？对。详细的演出资讯，互大家知影一下，好不好？这个3月。这个时阵拢看宣传啦，虽然讲会晓背台词，袂晓背日子啦。3月20、21、20是阴暗的7点半，21是阴暗的7点半，22是礼拜嘛，礼拜是下晡的2点半。礼拜六敢若做暗场呢？一场，因为演这足忝的。所以一工做2，高叫戏一工做2场，我顶届第一届演的时阵就2场，我惊到要死，知无？因为我惊我伤忝，嘛是声音无去，我计讲要安怎？对，而且因为你是一个人，你就完全无通下喘的时阵嘛。你若下喘就是台顶都无人啊，无人。对，所以我就甲制作人讲啊，我拜托。一工一场就好。3月20、122、拜5、拜6礼拜，拜5、拜6是暗场7点半，礼拜是下昼差不多2点半的款。对，2点半。好，我大概知影一个，告诉你迄个订票的资讯，我看告诉我毋知恁出来啊，袂若有咱就放伫咧说明区，我大概家去点啦。若还袂出来，就家其实找一个就有啊嘛吼。笼子里的白狐是，大概使找看卖笼仔内一个白狐是好。今日的我感觉该讨论的嘛，讨论得差不多啊吼，真正讨论到足深入的内底去啊。好啦，唔知大家对这集内容什么款的想法咧？这集你听了若是有介意，或者什么款的指教甲建议，都欢迎你到各大平台留言给我。若是你收聽平台是 Apple Podcast、Spotify、Mixbox 嘛，希望你收到5-10分數，揾一寡鼓勵甲支持。Facebook、Instagram 找出啊，睇聊天，你使看各節節目內容的補充。若要歡迎更加支持嘛，歡迎你點下小諾的隨便可贊助連結網站啊，做阮的天兵天將來起做台語新世界。那呢，咱今日就到這咯，拜拜，拜拜。特別感謝時間，特別感謝家父甜麵香福金方案的贊助者。車拉黑車拉、阿瑩、楊文珍、瑞琪、王淑賢、伊文、阿文、Arthur 阿川、英川、阿里嘎瓦、尤里、麒麟樂、PT 哥，無論是長期福金家父，也是經已通換新加倍鬥助陣掛金甜麵面的天兵天將聽友，感謝恁實際支持。
有缘搁较有信心，伫即条路勇敢踏步。